鏡頭佫回到高雄，這個前鎮的廣西路，因為連續幾啊天的大雨，所以路基沖掉，路面出現着凹坑，這個凹坑嘛愈放愈大坑，到早起已經是3米長，1米半深。有一台怪手無細緻，栽落這個大凹坑，趕緊出動吊車來救援，加在工人無受傷。工人操作怪手來修補路邊的凹坑，驗到後一秒發現驚險的原因。怪手向動起並倒彈起，倒手的鏈仔掉在了凹坑，正邊的車體半攬浮，工人掉在了駕駛座背頂袂動。尾手是出動吊車，才將怪手救出來。本地來救災的怪手，這擺也意外受災，加載工人人無要緊。高雄雨落幾暝，地處前鎮的廣西街，路面出現3公尺長的大凹坑。今日一早起，怪手施工的時，險啊規台栽落。昨天晚上3點多有看到你一點下線，那我有用3腳車給它擺設。昨天嘛看到，係安尼啦。係啊，做大坑哦。係啊。藝術因為過來講攏上大雨，地基雨大水沖甲流失，自早起都有崩塌的現象。2點外點啊，加路都已經塌落，早起6點外已經有一坑佇遐。9點施工的時，都已經擴大到超3米長、1.2米深的大凹坑，害怪手險啊落落。10點外經進行修補，避免佫發生意外。經過檢視，我們的污水幹管目前水流是正常的。那為避免交通安全，所以先回填。那等天氣穩定，我們會再檢視我們的污水管線。在短短這幾點鐘，一個小小的坑，就擴大到變一個大凹坑。到底敢是大雨造成？佫需要進一步調查。